望所机部展开。望真啲，呢個唔係倒住嚟放啊，係一字級成功回收，標誌住中國喺重複使用火箭技術領域取得咗重大嘅突破。根據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嘅消息，長征10號月運載火箭星期五喺海南商業航太發射場發射升空，火箭1、2級分離大約6分鐘之後，一字級垂直返回，喺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，係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運載火箭一字級可控回收，亦都標誌住中國繼美國之後成為全球第2個掌握大運力可回收火箭技術嘅國家，亦都係全球首個掌握運載火箭網繫回收技術嘅國家。